一開即暖，4向循環，全方位自動搖頭暖風機。以前一開門嗰陣凍真係入骨，仲要等好耐先熱，直吹就乾，同時又焗又熱，成間屋唔均勻。直至我換咗呢部 YoHome 全方位自動搖頭暖風機，4向循環，立體暖屋，上下左右自動搖頭，唔再直吹我塊面，成間房都均勻暖咗好多。以前吹得又乾又焗，仲唔可以校方向，而家翻嚟即刻暖，仲超均勻。智慧人體感應，佢會感受到我翻嚟。自己開，我走開3分鐘，佢又自己停。最正係3秒就有暖風，連等嘅時間都慳返。開 Eco 模式 set 好溫度，坐低煲劇長時間都舒服。自動感應加 Eco 模式，即時開關唔嘥電，真係幫我慳返唔少。有傾倒保護，安全又安心。過熱保護加阻燃物料，貼心定時功能，仲有銅鎖。瞓覺前我會 set 定2個鐘，夠暖自然瞓得好。有記憶功能，返到屋企就有我中意嘅 setting。跟機搭配鼻毛，遠距離都方便。屋企細啱啱好，角落都暖。YoHome全方位自動搖頭暖風機，返屋企第1秒就有溫暖。